今個主日係常年期最後一個主日，亦即係基督普世君王節嘅日子。教會邀請我哋承認基督係我哋嘅主，係普世嘅君王。而天主唔係用武力去改變世界，而係用聖子耶穌基督至死不渝嘅愛去為世界帶嚟希望同埋更新。就讓我哋向天主祈求堅忍嘅信德，幫助我哋喺生活中選擇不斷去愛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，民眾站着觀望，首領們嗤笑耶穌，說：別人，他救了。如果這人是天主的受傅者、被選者，就救他自己吧。兵士也戲弄耶穌，前來把醋遞給他，說：如果你是猶太人的君王，就救你自己吧。在他頭上還有一塊用希臘文、拉丁文及希伯來文寫的罪狀牌，這是猶太人的君王。懸掛着的凶犯中有一個侮辱耶穌說：你不是默西亞嗎？救救你自己和我們吧。另一個凶犯應聲責斥他說：你既然受着同樣的刑罰，連天主你都不怕嗎？這刑罰對我們是理所當然的，因為我們所受的是罪有應得，但是這個人從未做過什麼不正當的事。隨後說：耶穌，當你來為王時，請你紀念我。耶穌給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裏。